一台沙車車身出出，到手邊的鏈仔落去坑內底。台南市中西區高飛街外西門路口，20號下晡才出現長7公尺、深2.5公尺的坑，工務局緊急關上補救，想袂到21號透早，閣有新的坑。他進來就我五跳下去了，真的很傻眼啊！我想說心想說，我已經沒有辦法做生意了，然後現在又搞這一趟。工務局初步判定，20號疑似是水公司佇地下水管破去，造成地基防透空。新的坑疑似是工地連線壁的滲漏。今天的道路坑洞呢，是昨天掃描到托雷達訊息有異常的範圍哈，那托雷達成果還沒有全部會診完成，但是今天廠商為了要盡快恢復交通及善後，他繼續製作的時候重壓造成今天的坑洞造成的，疑似這個問題點原因應該是疑似工地連續壁的滲漏，已要求工地先止漏這個連續壁的滲漏部分。目前營造廠商已經先暫停工程，全面緊急處理塗骹部分，馬上以違反建築法第63條規定罰9萬塊。也毋過根據着了解，這已經是2棟內底的第4個坑。即在攏愛裝烏裝囤啊，做即該處理你也毋甲對，啊伊即擺落遮補遮，安尼就毋對啊。市府工務局水利局佇現場隨時監控，除了對周邊主體持續進行檢測，關上穩定地基，確保居民安全。同時趕緊釐清是地下管線問題，也是施工行為不當。後續將看調查結果，嚴格要求相關責任單位負起修復甲賠償責任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